今日楚将军出嫁，天气这么好，真是大吉呀！那是自然，楚将军征战沙场，庇佑百姓，定是有福之人。姐姐，这是太子殿下送你的生辰礼，火烧全家，你看多热闹！灵儿，喂啊！不要！楚青兰，我忍了你这么久，总算拿到兵权，用你楚家满门忠烈换我太子之位，算你死得其所。雪儿，祖父，别急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和他们团聚。你。和他们团聚！不要！可不是嘛！哎，你看，来了来了！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嫁给萧令这一天。楚青兰，你若想嫁进侯府，就必须认下灵儿为亲子，否则，本侯便将你退回将军府。萧令、楚雪儿，前世你们害我楚家满门，这一世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今日你我大婚，你带着外室上门，还要让我替你养外室子。萧令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侯爷，侯爷，姐姐，我愿将灵儿养在你名下，以后他便是你亲儿子。住嘴！你一个外室也配插嘴？楚青兰，雪儿如此委曲求全，你竟还咄咄逼人！堂堂楚大将军，就是这般没气量的杜甫吗？不替你养外室子，变成了杜甫？自然，想当我侯府主母，就要有容人之量。好个容人之量！今日要我容外室，明日是否要容你强抢民女？后日是否要容你贪墨军饷？毕竟按侯爷的意思，做你侯府主母，就活该替你永无止境的擦屁股。你，楚青兰，你个贱妇，我要休了你！萧令，今日不是你休我，是我楚青兰要休夫。此等下作之地，配不上我楚家满门忠烈。好，你好得很。楚青兰推了我侯府的婚，我看谁敢要你这破鞋！嫁什么？上辈子嫁入侯府，我满门被杀；这辈子，我楚青兰要招婿，护全家。请诸位听着，萧令不配为偶，我楚青兰休夫，现公开招赘婿。应征者只需身家清白，品行端正，不论出身，皆可。听听怎么说？但是这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不知道，知道了。楚青兰，你看看这满街死妓，倒贴都没人要的破鞋。姐姐，招婿都无人应声，这就是你跋扈擅惰的报应。将军府的小姐又如何？名声臭了，高门的小姐不如低户的丫鬟，注定老死闺中喽。这不退婚的女子，还有谁敢娶？白瞎这将门出身啊！是啊，
我的玉佩！楚青兰，你若现在跪下来求我，再接纳雪儿和灵儿，我便饶了你这一次。我的玉佩！谁呀？这是？哎，是谁呀？是干什么呢？神仙姐姐，不疑之下眼神坚毅，混乱之中不逾矩，此人可信。给你个媳妇儿要不要？要，我要神仙姐姐。好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夫君。我们走。不行，楚青兰若嫁于他人，本侯还怎么踩着将军府往上爬？楚青兰，你站住！已经自荐至此，连这身份不明、无名无姓的人都敢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姐姐，我叫阿荣。阿荣。你可听清楚了，我夫君叫阿荣。楚青兰，你不对啊，侯爷，这不是在侯府门前整日流连的乞丐吗？还是个痴啊！痴儿，乞丐？乞丐？对，他就是乞丐。前几日我还看见他在路边与野狗争食。这将军府的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！哎，楚青兰，你可听清楚了，你找的这个人就是个阴沟里刨食的阿杂乞丐啊！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楚青兰，以后我是侯府夫人，你就是乞丐妻了。本侯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过来跪下求我，然后再对天发誓，不会刁难雪儿和灵儿，我便原谅你这一次。跪你！跪你！侯爷，你也配？你竟敢打本侯！打你怎么了？打你还要挑日子啊？乞丐再落魄，至少身家干净，无通房外事，无庶出拖累，更生得一副堂堂相貌，比你萧令强100倍。侯爷。阿荣，我们走。啊？这怎么走了这？抓好！楚青兰，你个悍妇、贱人，你给本侯等着！侯爷，爹爹，再过几日就是少公主封印解除的日子，我们怎能任由她被那女人带走？道长说过，封印期间任何人不得出手相助，否则会反噬严重，危及性命。那女人现在把少公主带走，谁知道她会不会对少公主做什么？今日之事，全城都在围观，此时出手只会引人注目。要是走漏风声，追杀少公主的人可就闻着味儿来了。少公主也太难了，腹背受敌。无妨，若是命定之人，定会助少公主提前解除封印。哥哥长姐嫁人了，不要我们了。灵儿，你别哭，祖父说了，长姐嫁人后，我就是男子汉，我会保护好将军府的。上一世，灵儿和慧儿被大火烧死时，还未满10岁。这一世，我定会护他们周全。灵儿、慧儿，长姐，
长姐，哥哥，长姐没有不要我们。祖父，长姐回来了。兰儿，你怎么折返回来了？是不是永昌侯他欺负你了？祖父，我楚家满门忠烈，祖父更是戎马一生，上一世却受我牵连，惨死火海。哎呦，兰儿莫哭，祖父替你做主，我这就去永昌侯府找他们去。没事，祖父，今日之事，其实在侯府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祖父，母亲怀身子，孙女也没吃亏。今日我走后，听说萧令那匹夫气得当场昏厥，真是没用。好，不愧是我楚家的儿女，看得漂亮。以后呢，留在将军府家中，什么狗屁婚约，什么家世门楣的啊！祖父，我养你一辈子。不，祖父，孙女已另择家婿。阿荣，祖父，他是阿荣，是孙女选的赘婿。从今往后，我和阿荣定会护将军府周全。祖父。好，既然是我孙女儿选定之人，那肯定错不了啊！祖父，我就信你了。祖父，不如今日在将军府为我和阿荣办了这场成亲宴。好，就按我孙女说的办，今日就成亲。我也让他们永昌侯府的人睁大他们的鬼眼看看，我将军府的嫡长孙女离开他萧家，照样能够风风光光的找到如意郎君。哎，里边走，哎，来。你们听好了，将军府猪狗皆可入，唯永昌侯和楚雪儿不可踏入一步。是。啊，如何了？太子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未能寻得太子下落，就连玉佩也不知所踪。传令下去，要是再找不到太子，斩立决。吉时到！哇，这真是我姐夫吗？难道不是神仙哥哥吗？管他是什么神仙哥哥，只要进了我们楚家的门，以后就是长姐的人了。姐姐，孙女青兰携夫婿阿荣给祖父敬茶。嘿，好，阿荣和神仙姐姐给祖父敬茶。好，哎呀，兰儿啊，从今往后呢，你便是当家主母，愿你夫妻二人同心同德，护我将军府门楣。祖父，孙女在此立誓，有我楚青兰在，敢犯我门楣至亲者，必诛之。必诛之。萧令楚雪儿，这一世我要你们血债血偿。阿荣永远陪着姐姐。跟我
贺长姐摆脱无情无义的负心汉。恭贺长姐重觅如意郎君，新姐夫人品相貌远胜永昌侯100倍。李成送入洞房，出去走！你们这帮狗奴才，才敢拦门好！快让我们进去，耽误了侯爷的大事，砍了你们的脑袋！我家小姐有令，将军府诸狗皆可进，唯永昌侯和楚雪儿不可踏进一步。赶紧滚开，别耽误我们将军办喜事儿。没有楚家的声望和兵权，我怎么爬上那狗位？侯爷消消气，妾身有一计，不知可不可行啊？哦，雪儿有何妙计？侯爷，你和楚青兰那可是圣上赐的婚，如今她嫁给了乞丐，往小了说是背信弃义，往大了说这可是抗旨啊！此言有理，明日我便请奏，告他楚家欺君罔上。侯爷，若再拨些人手，往市井添把火，那贱人的名声可就真洗不干净了。好，就这么做。哼，没有人可以阻挡本侯的路。我们走。阿荣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阿荣，哎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阿荣明白了，祖父。赶快进去吧，千万别贻误了良辰吉时啊！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快去吧！哎，快！阿荣，姐姐，阿荣在。走，睡吧。你干嘛？祖父说了，今天是阿荣和姐姐的新婚夜，阿荣想和姐姐洞房。你还懂这些？那当然了，阿荣想让姐姐舒服呀。等等。姐姐，睡吧。祖父说了，新婚夜要抱着姐姐一起睡。睡。啊，姐姐，睡觉。阿荣，阿荣，姐姐，姐姐，我在。青兰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怎么能对着阿荣起痴念呢？既然起了，为什么不把衣服穿好？姐姐，我不会。
真笨。过来。姐姐，痒。好了。姐姐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热的。你干嘛？姐姐脸烫，阿荣给姐姐吹吹。不用了。你先换好衣服，用早膳去。这么大一颗参，够给他们补衣服了。祖父，祖父。哦，你们两个可算是来了啊！这都日晒三竿了，都起不来呀？是不是你们昨天晚上累坏了，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？祖父，赶紧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吃早膳，甲鱼、牛尾、老参参。祖父，你这是何意？兰儿啊，你和阿荣得好好补补身子，爷爷我急着抱重孙子了。祖父，你胡说什么？赶紧多吃点。姐姐，阿荣喂你喝。老爷，小姐，不好了！发生何事？这么慌张？小姐，外面都在传呢，说您说什么？说小姐您放荡不羁，一女杀二夫，不守名节，愧对将门。胡说！这岂有此理啊！我孙女都没嫁到这萧家，怎么会是一女二夫呢？祖父，您别急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说小姐毁了御赐的姻缘，只为引乞丐进门，说小姐和姑爷早就私通，混乱门庭，欺君罔上。放肆！是谁在这胡言秽语的？竟敢败坏我楚家的名节！我要撕了他的嘴！祖父，小姐，快请大夫。是。侯爷，这一下你可消气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等皇上看了我的请奏，他们楚家只会更惨。我就等着楚青兰回来求我娶她。哼！楚家真是愈发出息了，连朕亲自赐的婚，都敢当草菅般践踏。郑道全，你亲自去一趟侯府，告诉永昌侯，此事朕已知晓，再去一趟楚家，杀了那个乞丐。奴才这就去办。慢着，太子已经失踪多年，身上只有这个玉佩作为信物，你此番走访民间，一定要多加留意。奴才遵旨。大夫，我祖父怎么样了？老将军当年沙场受过重伤，早将心脉震裂，这些年来靠百年老参吊着，才勉强续住3分元气。今日怒急攻心，心脉裂痕已渗血，若是再崩一次，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用药之事，我已告知管家。老夫告退。今日之事，定是那萧令所为，我绝不轻饶。儿，祖父，你可有哪里不舒服？兰儿，祖父我没事儿，我只是这一口气咽不下。你去库房拿出我的盘龙旗，
他跟我征战沙场多年，我要用它来斩下这个庶子的狗头，还我楚家一个清白。祖父，祖父，你好生歇着，孙女绝不会让你白白受尽这口气。我说过，敢犯我门楣至亲者，必诛之。去永昌侯府。未经侯爷允许，不得入内。滚开！宫中传来消息，说圣上看到奏折大怒，此番楚家定要脱层皮。侯爷，何止呢？现在全城都在传姐姐那点破事，楚家那老头听了，当场气晕了过去。不知道救过来了没？哼，敢得罪我萧令，这便是下场。萧令，受死吧！萧令，受死吧！楚青兰，现在来求饶，晚了。姐姐，侯爷给过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都不珍惜，如今想要挽回，没门儿。求饶？你做梦！来人，给我砸！砸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都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楚青兰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敢伤我祖父，我要你死！楚青兰，这里是永昌侯府，你怎敢动本侯？楚青兰，你胆敢耍我？来人，快来人！这盘龙戟是皇上所赐，持有此盘龙戟，犹如皇上亲临。此戟可打皇亲国戚，斩文武百官。我看谁敢上前！这一戟是为我祖父，你害他心脉裂血，我便要你剔骨偿还。楚青兰，你不得好死！姐姐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侯爷就没命了。滚开！待会儿再收拾你。不准碰姐姐！这一击是继我楚家满门忠魂，他们死时也这般痛。萧令，你死不足惜！圣旨到！圣旨到！跪下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刘明阿荣秽乱尊卑，蛊惑贵女，罪不容诛，当即斩首示众，钦此。什么？楚青兰，你想杀我，没想到死的是你的乞丐夫君吧？萧令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是你搞的鬼。是又如何？我就是要弄死你的乞丐夫君，你能拿我怎样？天生该死！闭嘴！楚青兰，你可后悔放着侯府金尊玉贵的夫人不当，非要招个乞丐为妇？姐姐，这就是你不识好歹的报应。退了侯爷的婚，转头就攀上了个短命乞丐，真是自寻死路。张公公，一切皆因我而起，阿荣痴语，实属无辜，求公公禀明陛下。楚将军，圣上金口既开，你莫要为难奴家。来人，把这个乞丐给我抓起来，处死！
你们不能碰姐姐！呀！不可！且慢，何须御前侍卫出手？今日本侯便替圣上斩了这乞丐，以绝后患。啊，姐姐，放了阿荣！一切事情皆因我而起，你们放了他！放了他，没门儿！今日本侯便让你看着死在我的刀下！臭乞丐，去死！不要！太子殿下，给皇上的药已寻到，是否回宫？继儿，储君之位即山河之重，先民之德，须刻骨铭心。东宫玉佩，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我全都想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胳膊断了，不对劲，这股内力分明是高手所为，这乞丐在扮猪吃虎。不可能，他一个乞丐怎能有如此能耐？阿荣，你可还好？姐姐，我已无碍。太子殿下恕罪，太子殿下恕罪，饶了老奴吧。张公公，你确定他就是太子殿下？那楚青兰岂不就是太子妃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手里有太子的玉佩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怎么会是太子殿下？玉佩呢？拿出来！追杀我的人还没有找到，不能暴露，让青兰和我一起陷入危险中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是他吗？张公公，你可要看清楚了。这不是太子的玉佩，方才是老奴眼花了。来人，快把这个臭乞丐给我抓起来！盘龙脊在此，我看何人敢动？还真是盘龙脊。张公公，我楚家满门忠烈，父兄皆为国战死沙场。圣上为了褒奖楚家，曾御赐了盘龙脊。楚将军，您这是何意呀？张公公，本将不想为难您差事。3日后，我自会进宫向圣上陈情，换阿荣一命。若届时圣上不允，要杀要剐，我楚青兰静候发落。楚将军既以象征楚门忠烈的盘龙脊作保，老奴便斗胆应允，望楚将军体恤老奴，在陛下面前回禀缘由。我们走。我们走。侯爷，张公公，如今这奸乞还未处死，你们就这样走了？快给本侯！侯爷，萧令，你若再敢动我身边至亲之人，我下次砍掉的就是你的脑袋。姐姐，你没必要为我做这么多。一切皆因我而起，你是受我牵连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们走。楚青兰，你个毒妇！毒妇！侯爷，侯爷，如今侯府的东西被砸个精光，又让他们2人逃过一劫，往后该如何是好啊？那就拿他楚青兰的嫁妆来赔。姐姐的嫁妆还在侯府？自然，他大婚前日将嫁妆送至我侯府，进了我侯府的东西就是我的。来人，去把那2箱南海玉器抬出来！慢了，重新修缮侯府。
是。少公主，少公主，别冲动。姐姐，阿荣以后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走吧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去救少公主？若你刚才出去，少公主冲破封印，可就遥遥无期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少公主已突破最后一道封印，九幽隐诀成了？从今以后，这武林至尊之位非少公主莫属。太好了！这是何意？少公主有令，今夜3更，去一趟将军府。狼人又救了我一次，此番恩情，日后我定徐徐图偿。祖父，嘿，兰儿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圣旨的事儿呢，祖父我都听说了。我现在就去进宫面圣，天塌下来，祖父替你做主啊！不要害怕。祖父，尸山血海我都闯过了，区区一个金銮殿，又能奈我何？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脾气呢？祖父，孙女岂是忍气吞声的性子啊？改日我便去永昌侯府，亲手讨回嫁妆。没了我楚家的嫁妆，他永昌侯府不过是一个空壳。张姐，张姐，哎，我们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糕。张姐，是谁欺负姐夫了？我去收拾他。我也要去。好啦，就你们2个小豆丁，还能打得过谁啊？张姐已经收拾过那人啦。姐夫吃了桂花糕就不疼了。姐夫，你好像神仙哥哥呀！张姐，你和姐夫都生得如此好看，或是生个小娃娃吧？好啊你还敢打趣我？别跑！张姐，让你站住！别让我抓到你！自从阿荣来了之后，青兰的小龙多了，还会说俏皮话。不对劲，这脉象稳如磐石，哪像是吃啥之人？还有，这体内翻腾的内力又是从哪儿来的？姐姐，阿荣不懂。暗处的黑手还没查到，现在暴露身份，势必给青兰招来祸患。且待时机成熟时。从玉佩到体魄都非同常人。阿荣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姐姐，阿荣疼。哪里疼？我看看。我是昏头了，才怀疑到你头上。姐姐，还是像你这般至纯至真的好。世人皆为名利挤破头，而你却只随心动。忍着点儿，给你上药。
他这眼睫都不曾颤一下，莫非真不拿我当男人看？难道是近日疏于练功，这身板竟勾不起他半分兴致？你说你过往饥寒交迫，可这身板怎会如此结实？姐姐，阿荣困了，睡吧。怎么感觉阿荣好像哪里有些不一样了？恭喜少公主冲破封印！起来吧。主上现已痊愈，玄机门不可一日无主，您就随我们回去吧。兰儿在这里，我不走。可是，暗中追杀主上的人还未现身，此时留在楚家，既可方便行事，又不会打草惊蛇。3年前，父皇病重，我出宫寻医，创立了这玄机门，修炼九幽影诀。可如今，朝堂风云涌变，父皇性情大变。待我同兰儿一同入宫，一探究竟。众家丁听令，在。随我赴永昌侯府，拿回属于我楚家的东西。是。姐姐，醒得正好，走，带你去报仇。上一世，萧令用我的嫁妆填补亏空，打点行贿。这一世，我拿回嫁妆，我倒要看看他那些见不得光的窟窿拿什么填补。带我报仇？他心里果然有我。永昌侯府管事何在？我楚家嫁妆于大婚前日送至侯府，今婚约废弃，我前来取回我楚家之物。雪儿，侯爷，哎，雪儿，快来给本侯抱抱，雪儿。侯爷来抓我雪儿，让本侯来抱抱雪儿。侯爷，侯爷，何事？楚大小姐来了，说是要取回嫁妆。取回？进了我侯府的东西，就是我的。何况他私通剑起在先，这嫁妆理应是他赔我的。让他滚！去。好。侯爷息怒，不如让雪儿出去劝劝姐姐。雪儿与她好歹是同一宗族的姐妹，说话也方便些。去，告诉他别给脸不要脸。楚青兰想要嫁妆，那就让你看看你娘留下的宝贝现在戴在谁的身上，更要让你看清楚谁才是侯府真正得宠的女主人。姐姐，今日侯爷身子不爽利，有什么事？母亲的遗物，他怎么敢？同我说便是。同你说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碰我娘遗物？楚青兰，我跟你拼了！姐姐，你可还好？无妨。侯府不敢开门也是情有可原，毕竟萧侯也圈养外室，游玩赌坊，私自行贿，处处都要用钱。他为何知道此事？你在千金笑赌坊签的赊账单，需要拿出来给大伙看看吗？还有，你会通盐铁司主事。够了！
青兰，你休要胡说八道污蔑本侯！你私通剑气在先，这些嫁妆理应是你赔给我侯府的，如今想要回，没门儿！姐姐，这哪来的狗叫声啊？吵死了！跪下！萧侯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就算你跪碎了膝盖骨，也休想赖掉我的嫁妆！侯爷，你这是怎的？男儿膝下有黄金啊！楚青兰，你个贱人，竟敢使阴招戏耍本侯，找死！野狗还敢乱咬人，磕头！姐姐，有些狗叫得越凶，就摔得越惨。阿荣所言甚是。楚青兰，你个贱人，你对本侯做了什么？萧令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是天在罚我的嫁妆，你究竟是还还是不还？还，我还！来人，快把楚家的嫁妆拿出来！啊！萧令，这就受不了了吗？等着，我会把你一层一层扒个干净。不劳侯爷费心，来人，给我搬！是。侯爷，你没事吧？楚青兰武力虽强，可他刚才并未动手，到底是谁在帮他？难道是这乞丐？姐姐，热不热？阿荣给你扇扇风。果然是我看错了。还差2箱南海玉器，3日后，请侯爷原封不动送回将军府，逾期未还，后果自负。走。楚青兰，你一次次的让我颜面扫地，我定不轻饶。明日面圣，你和你的乞丐夫君就等死吧！祖父，我们回来了。兰儿，那个庶子没有为难你们吧？为难？今日萧令像细猴一般乖顺，阿荣说跪就跪，说磕就磕。莫非我们家阿荣会下咒不成？那阿荣要给姐姐下咒，咒姐姐永远都离不开我。当着祖父的面呢，胡说什么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夫妻2人一条心，收拾那个姓萧的那个小胡穗儿啊，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儿。都饿了吧？我给你们做了很多好吃的哦，吃饭去，吃饭去。走吧。兰儿，多吃点儿啊！这一仗干得漂亮，吃饱喝足了，继续收拾那个混球。祖父放心，孙女还从未有过败绩。当然了，长姐最厉害了，婴儿长大也要像长姐一样厉害。长姐，下次打坏人一定要带上我，我日日磨枪，定能打得那恶人屁滚尿流。好，好啊！姐姐，吃，不气了。多谢阿荣。呦！哎，这个臭小子一点都不傻，整天里就知道讨好你，我看他最精了。阿荣喜欢姐姐。阿荣喜欢姐姐，讨好姐姐。哎呦，这祖父，阿荣。啊，对了，兰儿，明天你进宫呢，一定不要冲动啊！必要的时候你可以。祖父放心，我自小受您教诲，肩上背的是楚家的荣辱，我定和阿荣平安归来。赶紧吃饭吧，吃饭，多吃点。你们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快点，祖父给你夹一个，嘿嘿。
死的楚青兰，竟敢带着剑气上门侮辱本侯！明日面圣，我定要他们下跪求饶。侯爷莫气，妾身已有了对策。好，明日就这么办。来人呐！走水啦！少公主，这回您可满意了？怎么回事？是谁干的？快点，快点，来人救火！比起他们对兰儿做的，这只不过是给他个教训。明日在金銮殿上，才是见真章的时候。楚青兰，盛嫁之前，竟敢写如此污秽之徒，你同他才认识多久？就这么如胶似漆了吗？你，该死的乞丐！我要让你挫骨扬灰！皇上驾到！臣女楚青兰，臣萧令，草民阿荣，叩见陛下。这就是那个乞丐，这声音听着为何有几分熟悉？楚将军和永昌侯，随朕进来。是。哀荣，你在此等候，不要乱跑。嗯。父皇，好久不见。楚将军，朕问你，朕亲赐的婚约，你为何抗旨退婚？陛下明鉴，臣女退婚并非抗旨，实为不堪受辱。永昌侯萧令私养外室楚雪儿，两人更育有外室子，更多次纵容其妻妾折辱臣女，此等行径犹如我楚家门楣，更损陛下赐婚圣恩。臣女愿受雷霆之怒，亦不愿与此等卑劣之徒共结连理。永昌侯，楚将军所言可是真的？陛下，非臣纠缠，只是臣思来想去，觉得此事另有蹊跷。这乞丐来历不明，又恰逢青兰抗旨退婚，此等巧合，细思极恐啊！哦，那依你之见，乞丐是何来历啊？陛下，夫君身家清白，永昌侯这是在妖言惑众。陛下，臣查遍户籍，名叫阿荣之人，不过10几人，可画像皆与那乞儿不符。臣恐其为敌国所派细作，有心接近，迷惑我朝将军。今日能蛊惑将军抗旨，明日焉知不会见旨欲作？荒谬！阿荣流落街头，置如幼童，乃众人亲见，何来细作之说？陛下，置若幼童，那他何以能得青兰倾心相护？若非邪术妖法，那便是藏奸更甚。住口！你休要污我清名。我护他，是因为此事因我而起，更因你萧令豢养外室，育有外室子，德行有愧，不配为妇。陛下，臣还有一言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说，如今太子殿下已失踪多年，臣斗胆揣测，太子殿下的失踪定与那敌国谢作有关。萧令，你好大的狗胆！太子殿下乃国之储君，天皇贵胄，其行踪安危自有陛下圣裁。永昌侯所言也并非全无道理。太子3年前失踪，为了寻回太子，举国子民皆碌碌在侧，而如今突然出现了一个无名无籍的乞儿，确实有些蹊跷啊。陛下圣明，臣一片赤诚之心，
一心为太子殿下，为江山社稷啊！萧令这是借太子之名行戕害之实，恐遭非议，更损陛下圣德。臣女恳请陛下三思而行。哼，若非此事疑点重重，臣岂敢妄言？宁杀错，无放过呀！陛下，来人，将那乞儿唤入殿内。陛下，且慢。盘龙戟。陛下，今日臣女以楚家满门勋烈为重，以这盘龙戟为凭，恳请陛下饶我夫君一命。他若为祸，臣女愿以命相抵，楚家愿永世担责。糊涂！楚青兰，你身为将门之后，当知国本重于私情。至于这潘龙戟，护的是你们楚家血脉，护不住他。哼！陛下圣明，楚青兰情深意切，定是受那妖人蛊惑之身啊！还不快将那祸国的细作给我押上来！太子，此人身形怎么和太子如此像？姐姐，你看我新做的面具，好不好看啊？像不像大老虎？嗷嗷！陛下圣目如炬，此等孩童心智之人，怎会是萧令口中的敌国细作？陛下，此人连装疯卖傻都模仿得如此之像，连孩童心性都模仿得一丝不差，以后必将后患无穷。父皇大病后，眼神似乎和从前不太一样。臣恳请陛下即刻处死这乞丐。陛下若要处死阿荣，请先处死臣女。楚青兰，你当真以为朕不敢吗？陛下息怒，臣还有一计，可分真假。哦，是何法？让此人与臣当庭比武，10招为限。若他真为装疯卖傻，10招之内别露马脚。当今圣上多疑，若指出那乞丐为细作，必定会追查，而后再提出当庭比武明真伪，那傻子毫无还手之力，杀死了就说是失手，岂不永绝后患？今日就是你夫君的死期！陛下，陛下，万万不可！阿荣他心智如孩童，从未习武，如何能同永昌侯相比？这并非比武，这是虐杀！哼！楚青兰，朕只说一次，比还是不比？若是不比，朕即刻将他赐死。臣女应允。姐姐放心，阿荣不会有事的。阿荣，你听好了，待会儿只管躲，保命要紧，听我指令，一步都不许错，明白吗？嗯，阿荣明白。此前阿荣体内有内力展露，比武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吧。比武开始。阿荣，侧身，蹲下，靠头，小腹，退，呀！
阿荣，好样的！臭乞丐，去死吧！贴山靠，这是要置阿荣于死地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傻子！阿荣竟然赢了，难道真是老天都在帮我们？姐姐，阿荣，姐姐，他好丑，好可怕，我们不要看他了。阿荣，你可知刚才有多危险？我都快被吓死了。姐姐莫急，阿荣不是好好的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换太医！宣太医！陛下，胜负已分，阿荣全程未还一手。反观永昌侯招招狠辣，最后竟使出军中搏命的贴山靠。若非阿荣侥幸，此刻早已命丧当场。这分明是蓄意谋杀，请陛下明鉴。殿前比武，生死自负。永昌侯，他已经付出了代价。父皇向来重视公正，现在竟是在维护萧令。好，就算萧令自食其果，可如今结果已出，可以证明阿荣并非敌国细作。往后永昌侯不可再刁难我夫。此事到此为止，退下。臣女告退。阿荣，啊，我们走。啊！阿荣，你这是做甚？姐姐，刚才那个哥哥他好可怕，阿荣都受惊了。你不信？不信你听。姐姐，阿荣的心是不是跳得特别快？扑通，扑通，感觉像要跳出来一样。阿荣，你少装可怜，你这心跳沉稳有力，哪有半分像受惊的样子啊？现在可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先日之事断不会轻易了结。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。我要将萧令，还有他背后的永昌侯府，连根拔起。你们让开！我要去宫里救我的孙女。使不得啊，老爷，使不得！祖父，大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老爷准备去宫里找你呢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孙女，让爷爷好好看看。张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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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安绳。张姐，这是我和妹妹编的平安绳，娘亲说过，戴了就能平安了。哎呀，多谢辉儿，多谢灵儿。长姐答应你们，会永远平安的陪在你们身边，好吗？我从小被教导天家父子，止于君臣之礼。原来家人之间也可这般温暖亲密。兰儿、蓉儿，你们累坏了吧？赶快吃饭去吧。哎，老高，准备艾草百叶水，让他们好好洗洗，去会去。多谢祖父啊！好，不说了。回去吃饭，快走吧！
萧令此时重伤，侯府必定乱成一团，正是我出手的好时机，得尽快行动起来。兰儿，不管你和萧令之间有过什么恩怨，只要是你想焚的恶鬼，我必亲手添柴。少公主有何吩咐？即刻去办2件事。萧令被我在大殿上点了极泉穴，不治则会断子绝孙。告诉他，这普天之下唯有玄机门才有解穴秘药。另外，找机会把萧令去玄机门求药一事透露给兰儿，让他知道门中有善意者，可助他报仇雪恨。主上此番是想让楚大小姐知道您的身份。我想让兰儿知道，我并不是痴儿阿荣，而是可以与他携手执旗，为他荡平前路的顾忌。应期定不辱使命。都说女子喜爱健壮的男子，兰儿看了我的身子，肯定会更喜欢我。姐姐，让阿柔来帮你远服吗？侯爷醒了，万幸啊！侯爷，你还好吧？爹爹，温太医，为何本侯下身使不上劲？侯爷此次极泉穴受创，牵连肾经根本，恐再难有子嗣啊！你说什么？你个废物，庸医！本侯怎么可能会？侯爷，您别动气。妾身和灵儿会一直陪着您的，难有子嗣，那灵儿岂不是侯府唯一的世子了？侯爷息怒，此病并非无解，若能寻得九阳断续草，或许还有转机。何以求得此药？此药100年难求，唯玄机门秘库才有珍藏。不过此门少公主性格古怪，行踪隐秘，非有缘人不得入内。玄机门又如何？备好金银珠宝，本侯就不信这世上还有钱砸不开的门。待本侯好后，定要那乞丐和楚青兰100倍偿还。侯爷，就让妾身陪您一同前往玄机门吧。这废柴果真如主唱所料，不自量力，痴心妄想。楚大小姐那边进展如何？放心，我已派楚家军旧部传话，楚大小姐已知晓此事。楚大小姐可真有能力，连主上这样的冷面阎罗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特别是主上韩姐姐的模样。敢在背后议论主上，我这就回去禀报。哎，你怎么不讲武德啊？阿荣呢？炮手稍稳点，哎，出拳有力。好，祖父，兰儿，睡得好吗？哎，这个臭小子大清早的就找我练功夫，说是练了功夫保护你。哎，你别看他傻乎乎的，这筋骨啊，却是万里挑一的奇才，是个练功夫的好苗子。赤子之心不过如此。阿荣，你热不热？啊！姐姐，阿荣热，帮阿荣擦擦。你自己去取块方巾来擦，我的衣袖都被你弄脏了。
姐姐不脏，姐姐很香，有栀子花的香。阿荣最近怎么回事？这眼神动作，就连说话的语气，怎么都这般缠人？哎呀，你们两个打情骂俏呢，就别当着我的面啊！嘿嘿嘿嘿，看着你们夫妻二人这般和和美美，互相扶持，我这心里就放心了。祖父，孙女有一事相求。孙女想借您库中珍藏的昆吾寒玉一用。你要它干嘛？孙女得知消息，萧令得了绝嗣之症，要前往玄机门求药，所以孙女想借你这昆吾寒玉做敲门砖，求见玄机门，阻止萧令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个玄机门的少公主呢，性情十分的古怪。你要是求她帮助呢，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此番前去啊，恐怕是希望十分渺小。我过往那些手段，当真有这么可怕？不行，带兰儿上山，我定要将玄机门变成温柔乡，在她心里留个好印象。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要闯。我要抢在萧令前头，把他的救命药换成穿肠毒。况且，孙女还得知这玄机门有善谋略之人，若能请他出山与之共谋，定能成事。若兰儿知晓那人就是我，会不会更喜欢我一点呢？兰儿，祖父虽然是老了，但是我眼不瞎呀。自从你被侯府退婚之后呢，我知道你心事重重。那个姓萧的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但事儿都过去了，祖父不想让你一身是险呐。可前世那些血海深仇，又怎能对祖父言弃？祖父，萧令此人睚眦必报，先前的退婚和殿前比武，已让他恨楚家入骨。若此时不斩草除根，日后他寻得时机，必定是楚家为鱼肉，他为刀俎。所以这玄机门，孙女非去不可。罢了，我一会儿就命人打开仓库的门，你自己去便是。多谢祖父。兰儿啊，玄机门呐，神秘莫测，凶险难料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祖父我老了，我只盼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。祖父放心，您安心在家等兰儿回来。姐姐，你要去玄机门啊？这地方听着就好玩，阿荣也要去。而且阿荣觉得，这玄机门的人一定会非常喜欢姐姐的。你又说什么傻话？这玄机门岂是一语之辈？兰儿，玄机门当然会欢迎你，因为那是我的地盘。先前已经递过请愿书了，到现在还是动静全无，果然不会轻易相见。兰儿都到了，还没有人迎接，这群人该死！阿荣，不得无礼。求玄机门办事者，至少要在此跪上3个时辰，以显诚意，这是铁律。快随我跪下。将军府嫡女楚青兰携薄礼求见少公主。楚大小姐使不得。楚大小姐恕罪，是我等怠慢了。你们二位这是做什么？快请起！门前打扫耽误了，还请楚大小姐恕罪。姐姐让你们起来。阿荣，两位请进。我们就这么进来了。小女此番前来是有2件事相求，还请二位通告少公主。求玄机门办事，须过3关，这些规矩，楚大小姐可知晓？小女知晓，请二位尽管吩咐，试毒跳崖皆可。第一关，说说少公主的3个优点。啊？这是什么要求？考虑到楚大小姐并未见过少公主，参照您夫君怀就行。
参照阿荣。剑眉星目，身姿挺拔，待人和善。原来我在兰儿眼里这么好。其实少公主的优点可多了，文武双全，铁汉柔情，和蔼可亲，绝对不是外界传的路绝阎王、冷面无情、凶神恶煞。小女记下了。那这关自然是通过了。接下来是第2关。玄剑门行事风格向来捉摸不透，或许这第2关才是真正的挑战。这是能治好祖父心脉的千年血尸，慧儿想要的金丝软甲，这是灵儿喜欢的夜明珠。敢问阁下，这是何意？我与兰儿成婚时未给聘礼，往后我定搜遍天下珍宝，献上赔罪。第2关便收了这见面礼。收了见面礼便能通关？正是，楚大小姐，你就快收下吧。青兰愧领此等厚礼，多谢少公主慷慨，此番恩情定牢记在心。楚大小姐客气了。接下来是第3关。求您收编玄机门上下，玄机门为楚大小姐赴汤蹈火，但凭虚色。少公主，这是何意？这难道是另一种考验？少公主严令，玄机门上下皆听楚大小姐差遣。寒风恳请楚大小姐收编玄机门。秉期恳请楚大小姐收编玄机门。恳请楚大小姐收编玄机门。可我与少公主素未谋面，玄机门根基深厚，能人异士无数，当真听我差遣？姐姐，其实这玄机门少公主就是永昌侯萧令，借侧妃楚雪儿，求少公主赐药。玄机门，我楚青兰收下了。现在随我去会会门外之人。永昌侯萧令，携侧妃楚雪儿，求少公主赐药。楚大小姐，你想怎么做？萧令不是想要九阳断续草致命根子吗？将其与腐草散一同取来。楚大小姐有令，还不去取？是。寒风影妻，你们2人下去告诉萧令，今日只需1关，便可获得解药。楚大小姐为何这般心慈手软？心慈手软，我要他们生不如死。姐姐说什么，照做便是了，废什么话？是，上。萧某拜见2位大人。谁让你们起来的？想求玄机门办事，连跪够3个时辰的规矩都不明白吗？萧某唐突了。有何事？在下为求九阳断续草而来，特备江南明珠10虎，焦砂白匹，求少公主笑纳。侯爷，那个好像是将军府的马车。楚青兰怎么会来玄机门？罢了，先办正事要紧。这么点东西就想求玄机门办事，当我们玄机门是收垃圾的？萧某不敢。要求玄机门办事，规矩你可都明白？萧某清楚，须当闯过3关。今日算你走运，少公主开恩，只设1关。好，我定当竭尽全力。蠢货，还不快低头谢恩！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这就可。还请大人明示，是哪一关啊？从阶底到我脚下，一步一叩首，阶阶鼓叩响，步步
血尽时。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楚青兰啊？楚青兰怎么可能是少公主啊？刚才定是我听错了。侯爷，这可是千级时节，我们还是先求少公主开恩吧。少公主，萧某有救急在身，重伤未愈，求少公主开恩呐！求少公主开恩啊！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我数3个数，3、2、1，扣！我们这就扣！楚青兰，这一切都是拜你和那剑姬所赐。待我恢复，我定要你们死无全尸！顾总，为了灵儿，为了侯府夫人的位置，我一定要先拿到那9阳断续草。寒风，撒盐吧。影妻，撒9曲噬骨钉。属下领命。兰儿这般杀神风采，勾得人心间发痒。给本侯磕！少公主赏你们的，还不快谢过！少公主英明，萧某感激不尽。少公主恩情，雪儿牢记于心。萧凌、楚雪儿，那般刻骨铭心之痛，我终于还给你们了。兰儿，他们究竟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你这般痛？我没事，我只是太高兴了。少公主，楚青兰，是我，如何？不可能！这4年以来，你屡次带兵出征，怎么可能会是玄剑门的少公主？不对，难道这傻子才是少公主？竟敢侮辱少公主，找打！我错了，大人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到底谁才是少公主？少公主是谁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我手上有你们想要的东西。楚青兰这是何意？她竟真愿意把东西给侯爷？对，我的9阳断续草呢？我既已通关，快给我！想要，进来拿。东西就在这儿，想要自己取。玄机门从不食言。好。侯爷，就让妾身替您去取吧。姐姐这是何意？我的好妹妹，我自然是想帮你。这是腐草散，把它抹在9阳断续草上，往后你的灵儿便是永昌侯府唯一的子嗣。他是怎么看出我的心思的？你我同宗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的心思我怎会不了解？雪儿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药给本侯拿来！来了，这就来了。从这里过去，不过10步之遥。楚雪儿，
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我好了，我彻底好了，本侯的霸王枪又回来了。雪儿，今晚就让你尝尝本侯的轻枪不倒。我怎么变成太监了？萧令，被心爱之人背叛的滋味如何？楚青兰，是你故意害我！怎么是我害你呢？这分明是你最爱的雪儿做的。是你！你这贱人，你干了什么？没有，侯爷，你要相信前世，这一切都是楚青兰的计谋。他没做什么，他不过是把腐草撒抹在九阳断续草上，两药同服，让你那2两肉烂成腐泥罢了。你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侯爷，我们还有灵儿，让灵儿继承你的爵位，我们一家3口一直在一起，不好吗？不好！你个身份低微的贱人，你也配做侯府的主母？痴心妄想！小令，原来这就是你一直不肯娶我的原因，并不是为了楚青兰。听闻玄机门有一翅灵鞭，3鞭可索命，可否借我一用？楚大小姐何言借子？玄机门之物皆为您所有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哼，影妻今日倒是机灵。若我当场抽死这2人，玄机门当如何？当如何处置啊？属下定为楚大小姐，以绝后患。好。这2人任凭楚大小姐处置。楚青兰，你要干什么？弑杀侯爵是诛9族的大罪，现在放了我，对今日断根之事，我便不与你计较。诛9族？那我倒是要看看，是皇帝的刀快，还是我的鞭快。楚大小姐尽管动手，赤鳞鞭出鞘，1鞭碎白骨，2鞭断经脉，3鞭魂飞散。不要，我错了，楚青兰，往后我们2情，我求你饶我一命。饶你一命？你当初殿前比武时，怎么没有想过饶我夫君一命？你前世登上高位时，可有想过饶我楚家满门的命？姐姐，我们可是同一宗族的姐妹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闭嘴！现在求饶，晚了。这一鞭，偿我背叛之辱。这一鞭，替我楚家亡魂。这最后一鞭，送你们去阎王殿，当对死鸳鸯。鞭下留人！人呢？不对劲，能闯进玄机门的只有门内之人。是
兰儿，兰儿，兰儿。为什么你们竟然没有死？对呀，我们没死，我们来找你索命。楚青兰，我们要整个将军府陪葬！不要！不要！兰儿，姐姐，你醒了。长姐，那这是什么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在玄机门晕倒之后，睡了整整3天3夜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把我们快吓死了。好了，这不是没事吗？萧令和楚雪儿他们2人可有下落？我记得那时他们不见了。永昌侯府啊，现在人已经空了。那2个人虽然不知下落，但是必然是凶多吉少。大夫说了，这次你昏厥呢，跟你长期的思虑忧伤那是分不开的。哎呀，祖父我的岁数大了，再经不起你第2次折腾了。孙女不孝，让您担忧了。如今看来，永昌侯府再无翻身之日，如此甚好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将军府定能平平安安、蒸蒸日上。那是自然，长姐你要快快好起来，辉儿还等着你陪我练功呢。长姐，辉儿喂你喝药好不好？好。长姐乖乖喝药，喝完药灵儿喂你吃蜜饯。好，长姐遵命。我怎么感觉这药的味道有些怪异？长姐快吃蜜饯，吃了就不苦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长姐呀刚刚醒，需要静养，我们明天再来看她好吗？好吧。嘿。臭小子，你现在已经清醒了，我呢就可以放心的把兰儿交给你了。照顾兰儿的重任，你一定要给我扛起来。祖父，你放心，我以命为契，今后定护兰儿周全。好好好。姐夫，你守着长姐3日，未曾合眼，你要注意身体啊。辉儿，你不必担心，姐夫身体好着呢。等闲暇的时候，姐夫带你去山上打猎玩，可好呀？姐夫万岁！姐夫对长姐可真好，灵儿长大也要找一个这样的赘婿。小小年纪就想嫁人，楚家枪谱练透3成了吗？二哥，别跑！小心点儿。这一世，我终于保护好你们了。兰儿，你的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无碍。倒是阿荣，你的痴症可是演够了。我的兰儿竟然如此冰雪聪明，不过我很好奇，你是从何时识得我的把戏的？玄机门一事还不够明了吗？你并非什么阿荣，而是玄机门门主，对不对？你为何要骗我？我是你的夫君阿荣，我也是玄机门少公主顾忌。兰儿，我并非有意欺瞒你。你退婚当日，我痴症确实未愈，直到永昌侯府接旨那日，我才清醒，隐瞒我身份。我是怕仇人追杀，会牵连到你。若你因此怨我，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杀我，你剐了我，我都可以，只要你能消气。所以玄机门一事，从殿前比武那日，
你故意点中萧令集拳穴时，便开始了。是我找人将萧令引去玄机门的，也是我找人偷偷透露给你。少公主真是算无一策，步步为营啊！看我们如搭戏木偶般站在戏台上，这出戏你看得可还尽兴？兰儿，你不要拿这种语气和我说话，这比杀了我还难受。你手怎么受伤了？你武功绝世，不可能有人能伤你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算什么，小伤而已。顾忌，你若再瞒着我，我便像对萧令那般把你休了。兰儿，你怎能将我与那个庶子相提并论呢？好，我说，你昏迷的这些日子，我每日取自己的血，为你做药引。我练就了九幽影诀，我的血方治百病。顾忌，你傻不傻？只要能救活你，抽干我又怎样？休要胡说！我们楚家不兴立此事，往后我们都要好好的。虽说如今永昌侯府再无翻身之日，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们二人现在还毫无下落，我总觉得另有蹊跷。我的兰儿安心养病，我已经派韩风二人多加留意他们了。好。他怎会伤得如此之重？连作为男人的根本都……哼！陛下，赤林边下无完魂，侯爷挨了2鞭，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了。多亏陛下您有先见之明，派我跟踪他们的行踪。这要是再晚一步，即便华佗在世，也难有回天。哼！朕还真是小瞧了楚青兰和他那个乞丐夫君。永昌侯在此医治，他那个妾室呢？属下已经将他安置到了地牢，等侯爷醒后发落。陛下，属下还有一事禀告。那日玄机门一见，属下总觉得那个乞丐十分面熟。此话怎讲？属下怀疑那个乞丐就是太子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他可真是朕的好儿子。此事派你去暗中调查，若有异动，马上来报。属下遵命。糟了，陛下那日的斩立决定牌不见了。如何？可有那二人的消息？暂无。不过我和影姬查到，那日劫走萧令、除雪儿之人，乃玄机门叛徒玄烨。没错，就是那贼子，否则外人不可能对玄机门如此了解。这盘棋啊，远比我想的更耐人寻味。另外，属下还捡到了这个。这令牌乃皇家之物。追杀你的人与朝廷有关。看来这朝廷之上也并非皆是良人。顾忌，你得罪的究竟是何人？兰儿，你信我，我隐忍了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等他露出马脚。韩风，属下在。你去帮萧家陵园松松土吧。
是。此事竟还和萧家有关。兰儿，你不必多虑，待我将此人连根拔起，我就请百里红妆迎你进门，可好？少公主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已经成过亲，3书6礼拜过天地了。那会儿我吃正未消，连交杯酒都没喝上。不过这次，我要掀盖头，饮和锦，再听你唤我100声夫君。我看主上这吃病怕是没好全啊。顾忌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无赖？是我无赖，不过兰儿现在才发现，晚了。小青，你终于醒了。陛下，是您救了朕。朕这副残躯，得蒙圣恩相救，必当结草谢还一报。哎，好了，不必多礼。朕与你父亲乃是患难之交，这份江山也有他的一份心血，护你周全，乃是朕的分内之事。陛下，楚青兰那毒妇抽臣筋骨，毁臣命根，求陛下为臣做主。那日殿前比武，朕亲口说了到此为止。可是那个楚青兰，竟敢阳奉阴违，全然不把朕的话放在眼里。陛下，楚家不楚，功高盖主啊！好了，但你伤势痊愈，此事朕自有安排。真是天助我也！楚青兰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绝不会放过你。来，手按下沉，腰腹发力，将剑道送出去。哎，对，嘿，灵儿，这一笔撇呢，要再舒展一些。手腕放松。谢谢姐夫，灵儿知道了。楚大小姐，主上。灵儿，你先自己多练习一会儿。慧儿，你去那边练练吧。可是有那2人的消息了。我们的人找遍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，但没有发现萧令和楚雪儿的踪迹。那个叫灵儿的孩子也被带走不见了。孩子也不见了，看来确实还活着。说，属下昨夜带人进入了萧家陵园，里面果真是空的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兰儿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以他们睚眦必报、不跟人下的性子，绝不可能永远蛰伏下去。可如今敌暗我明，我们做的越多，错的就越多。你怎么看？我和兰儿英雄所见略同。兰儿姐儿，不好了！兰儿姐儿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着急？坐下慢慢聊。好。慧儿、灵儿，先进屋可好？今日早朝，陛下身边突然多出来一个蒙面将军，陛下对他十分器重，甚至当面宣称，此人就是3年前从天而降，北境之战中济世救民的神秘救星啊！3年前，北境之战，
蒙面将军，是兰儿救我那次。看来我那位父皇着实是坐不住。蒙面将军。是他。哎呀，3年前，陛下大病初愈以后啊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如今圣心难测，尤其是形势，更是让人猜不透。明日陛下让你带着虎符进宫，我怕是冲着我们楚家来了。祖父不必担心，3年前我曾救过那位蒙面将军，依我之见，他并不似歹毒之人。是冲着我们楚家来的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待我明日进宫看看便知。兰儿，此人恐怕是来者不善，宫中恐有陷阱，你要长个心眼啊！是陷阱，也要踩踩才知道底下是什么。祖父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萧庆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北境之战的蒙面将军，此举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可都听得明白？臣定不负陛下所望，定要那楚青兰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！奴家定竭尽所能辅佐将军，不，辅佐夫君完成大计。楚青兰加注在我们身上的痛苦，必让他百倍偿还。很好，记住你们2人今天说过的话，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兰儿，你来啦？现在你可还认得我？原来是你，当年那个蒙面将军。看来明日进宫，果真是凶多吉少了。你即使有危险，那就不要再去了。明日我另有安排。你和祖父、弟妹他们可以先去玄机门暂避锋芒，等我安排好所有的一切，我到时候不，我要去。这不只是你与他的博弈，更是我与萧令与过去应该做的了断。有些仇，有些债，我要亲自去算清。所以今夜你特意约我来，为的就是让我护送祖父平安抵达玄机门。这只是其一，其二嘛，前切10日病的糊涂闷了许久，今晚月色正好，我想邀你共饮，不醉不归。好，那今夜只论风月，不提刀兵，我陪你不醉不归。好。来，干杯！
顾姬，你长得真好看，比月亮、桃花都好看。兰儿，我定护你周全。辉儿，你是小小男子汉，帮长姐照顾好小妹和祖父，好吗？长姐放心。长姐，那你何时来接我们？灵儿，你要乖，慢则5日，快则3日，长姐一定会马上来接你们，好吗？去吧，辉儿，上吧。兰儿，不如装病，我们一同。祖父，您相信我。都安排妥当了，玄机门万无一失。兰儿，如果你此时改变主意，还不晚，与我一同前去吧。宫中之举，我自会找别人来应付。你知我心意，我必须去。你的重任是照顾好他们，而我的战场在宫里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好。对了，玄机门的玉佩你带了吗？自然。若是有不对，折断它。无论你在何处，我必知。等我回来。去吧。楚青兰，等我将这些东西放入你书房内，你就等着被千刀万剐吧。萧凌，你身上的气息，就算化成灰烬，我也认得出来。楚青兰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众爱卿，想必对蒙面将军之事迹早已有所耳闻。经过朕的多方查证，现已证实，眼前这位正是3年前与北境力挽狂澜，事后又飘然隐退的国之义士。有如此将才，乃国之大幸啊！朕经过三思，决定将虎符交予他，朝廷不会辜负有功之臣。楚青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陛下，虎符乃先帝所授，关系边境安稳，将士人心，庶臣不能因陛下片语便轻易交出。楚将军，蒙面将军之功绩威望，天下皆知，由他掌管兵符，必能更上一层楼，此乃众望所归啊！是啊，楚将军，蒙面将军的功绩岂止是北境一战、龙溪大旱，他开渠引水，南境匪患，他奇袭敌营，此等大才，理应执掌虎符。请楚将军以国事为重，交出虎符。楚爱卿，你可听得明白？陛下，诸位大人，若此人真是功勋卓著、品德高尚的蒙面将军，那臣交出虎符倒也未尝不可。可他分明是窃功冒名的欺君之贼。继儿，怎么回事？无妨，祖父，不过是几只蝼蚁罢了。少公主，不对，
应该叫你太子。太子，我在玄机门苦练多年，想不到当朝的太子竟是神秘的玄机门少公主。玄烨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陛下有令，楚家人不得离京。玄烨，你别以为你在我玄机门学了几年三脚猫的功夫，就真的觉得自己可以脱胎换骨翻了天了。你才离开玄机门几年，就忘自己的骨头是谁长的了？当初少公主就不应该救你这丧家之犬。玄机门训第1条，叛主者死。住口！早就不是你们玄机门的狗了，今日就送你们主仆上路，给我上！哎呀！就有影缺。临死前让你看到少公主的真本事，你这叛徒也是赚大了。韩风、宁七，祖父他们就交给你们了，务必安全送达。我要去皇宫。主上，按照原计划，我们还不能……等不及了，我一刻都不想让他独自面对深渊。得，少公主呢是恨不得伸出那翅膀飞进那金銮殿了。走了。你说这是假的蒙面将军，那就是不信任朕。你可有证据？没有证据，臣不敢胡言乱语。蒙面将军，你可还记得本将？楚将军说笑了，您是我国威名赫赫的女将军，末将自然记得。只是闻名。3年前北境之战，你我曾有过一次短暂交手，你可还记得？我征战多年，大战小战无数，与多人交过手，怎能记得如此细微小事？小李，我看你还能装到几时？甄将军流星锤旧伤疤在此，形似星辰。蒙面将军若是敢亮出左肩，我楚青兰不仅交出虎符，更敢以死赔罪。你敢还是不敢？蒙面将军为何不敢说话？小李，这次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。没想到楚青兰竟然还认识蒙面将军，不行，我不能露馅。陛下明鉴，臣左肩确有旧疤，但此乃朝堂重地，袒露身躯，实乃大不敬。更何况楚将军身为女子，提出此等要求，未免失礼。究竟是怕殿前失礼，还是根本没有那道伤疤？将军自己心里清楚。若陛下与诸位大人要看，末将愿随陛下指派之内侍往偏殿查验。蒙面将军所言有理。来人，验伤何须偏殿？身为一名将士，伤疤乃是功勋。诸位大人可都看清楚了？竟然真的没有，他竟没有伤疤。你看，楚青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这金殿之上对朕亲封的将军动粗，连朕身边的人都不信了。陛下息怒，其实从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星形伤疤，这不过是臣随口设的局。可这位贾将军却自乱阵脚，一口咬定自己肩上有疤。他刚才说的话，诸位大人可都听清了？是啊，方才他都亲口承认了。陛下，此事过于蹊跷，臣以为虎符还是由楚将军保管较为妥当。蒙面将军，你可还有话说？陛下明鉴，臣隐瞒身份，是为追查叛国重案。楚将军今日百般刁难于我，只因臣在楚将军书房里发现叛国通敌铁证。你说我通敌叛国，可有证据？陛下，他通敌书信就在臣怀中。3封书信，字字皆是他亲笔所书，在去北狄国的路上被臣拦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如何能证明这3封书信皆为我亲笔所书？你自幼在周夫子门下习笔吟墨，你的字迹
周夫子一看便知。来人，选周夫子。选周夫子觐见。老朽参见陛下。免礼，进前。是。给朕仔细辨认这字里行间是否出自楚将军之手。笔走龙蛇，藏锋处，确实是楚将军年少的风骨。退下吧。老朽告退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楚青兰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模仿笔记有何难？我同族的妹妹楚雪儿，自幼以模仿我笔记为乐，足可乱真。楚青兰，你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？臣恳请陛下即刻搜查将军府，府中必有书信藏匿。传朕旨意，令御林军即刻搜查将军府，限时3炷香，回来复命。若是延后，军法处置。奴才这就去办。楚青兰，待会儿就要治你死罪，诛你9族。免礼，说。回陛下，将军府上下并无书信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都探查清楚了？将军府上下已翻遍，并未发现半封通敌文书。楚青兰，这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你的人演完了，该我的戏登台了。陛下，臣也有人证物证，想请上来。准。草民叩见陛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贱人想溜进楚将军书房里塞信，被草民撞个正着。陛下明鉴，这数10封通敌信是要置我楚家于死地。臣恳请陛下即刻诛杀构陷之人。楚家世代忠良，楚将军父母兄长皆战死沙场，含忠臣之心者，天地不容。臣请陛下即刻诛杀构陷之人。臣请陛下即刻诛杀构陷之人。萧令、楚雪儿，今日我必取你2人性命，永绝后患。将军救我！你说过会护我的。功夫休得胡言！陛下容禀，臣乃被此疯妇蒙蔽，救国心切，未能详查，这才误会了楚将军，此乃臣之罪。楚雪儿构陷良臣，拖下去，即刻处死！萧令，你个懦夫，我看你断子绝孙！我告诉你，灵儿根本不是你的种，是我和侍卫私通手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咒你萧家有事之后！弃楚雪儿保萧令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得逞？这人竟然是永昌！永昌侯不是死了吗？这是永昌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陛下，永昌侯萧令欺君罔上，诈死埋名，假冒忠良，欺瞒天下，构陷朝臣，伪造证据，动摇国本。任何一桩，都可让他死上千百遍。此辽罪大恶极，天地不容。臣恳请陛下将逆贼萧令就地正法。臣附议，萧令罪无可赦，当立即处决。金殿之上，岂容此等逆贼苟活？请陛下速下决断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下旨。够了！退下！萧令和楚青兰
留下，其余的人都给朕退下。楚将军，你可真是朕的好臣子。精明、果决、武艺高强，真是让朕刮目相看。可惜的是，往往太聪明的人越活不久。陛下若想跟臣殿前比武，可以试试，看看您是不是我的对手。那如果加上你楚家满门的性命呢？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雪夜，把人带上来，让楚将军好好看看。萧文，萧文，萧文，你说的玄烨是他吗？这是玄烨的替身之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既然你们都来了，那祖父他们应该安然无恙了吧？自是如此。他们想在半路劫人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等等，你刚才叫他萧文？萧文不是3年前就死了吗？你是说，我爹没死，而当今的圣上就是我父亲萧文？兰儿，其实我便是失踪3年的太子，而他萧文老爷，你换皮剔骨，冒充我父皇执政3年。太子，我暗中追杀了你3年都没下落，我以为你早就死了。你是何时发现的异样？玄烨留下的令牌，这便是铁证。我父皇的令牌都是亲手雕刻而成。自从我见到这枚令牌起，我便知这皇位上坐的根本就不是我父皇。于是我便派人去掘了萧家的陵墓，果然并无尸骨。这让我更加确信，皇位上的人就是你这狗贼。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假死脱身，屠杀先帝，挂面易容，为的就是为萧家铺路。可这蠢货竟然被你们当猴耍！都是你，若不是你，朕怎会如此？父亲，这一切都是他们串通好的，是他们要害我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带上他，你还是95之尊，我还是永昌侯。杀了他们，这天下就是我们的。机会？我们还有机会吗？是你耽误了本王，是你害了本王，去死吧，废物！
晚了。殿下，你我过往波折，竟因萧氏祸国而起，今日便与他们彻底做个了断吧。好。3年了，我每一刻都在想着今日，我要让你在我父皇身上施加的痛苦，让你100倍奉还。萧文老贼弑君篡位，毒害先帝。我没输，朕没输。兰儿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不，还没有结束。诸位大人，逆贼萧文父子祸乱朝纲，谋害先帝，罪证确凿，已伏诛殿内。这位正是失踪3年，忍辱负重，今日拨乱反正的太子殿下。原来他就是太子，真是了不起啊！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臣楚青兰以虎符为凭，以楚家军为誓，恭请太子殿下即刻继位，重整山河，匡扶社稷。臣等恭迎太子殿下继位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永熙3载冬，太子故祭，扫平逆党萧文父子，血洗青鸾殿。新帝登基，册楚氏青兰为后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后楚氏，其文能安邦，武定北狄，开女子掌虎符监国之先河。楚老将军追封忠永王，幼弟楚辉袭侯爵之位，幼妹楚灵进昭阳郡主。至此，四海升平，史称清济盛世。